好，很简单，你若看袂开，你就讲猜。你若放袂啊，你就讲死的。你若写袂了，你就讲老的。但是当你讲，你猜的对无？你以为这个这，我少年时你讲你讲的少年时有时一地址啊吼，还100斤啊，即个600、700兆的啊，这叫你来100斤我无？会啦，你地址啦。若去年做地址，你卖开，我当然卖开，咱公买卖开，这还没有地址对无？所以你会当时嘛，你就得放弃嘞，会啊，看到少年的讲，较大多会做，我较少年做地址，虽然我较少年，我唔知影，我比如讲用，你讲因为我觉得是好的，因为没办法，没办法，现实嘛，你以为这这么多有来，还记得听课，记得谁知道没听课嘞？他没听课是嘛？假如他没听课，因为假如后面的听讲，因为听好，失忆性的啊，失忆症，这才记忆都不一样。这种戒条诶，都不一样。这个老诶，你那时候就在这外地，做经营在做外地，听到外地是吧？到别是吧？老诶，老袂条。你来老师，要的，老师来了，第开都开。我啦，讲3班以前要在开工，所以这个老后面有很老的啊，所以这个。社会在影响，所以就是，是讲家家有本人念的经，人人有一套心歹讲的苦。因为做人都快乐的原因，做人啊都快乐。做人不艰苦的，卖人就。苦啊！要不然这个因大来就无名的，若无去讲咱人讲的，你若咱做其实嘛，后面是啥物？苦哈。苦啊！苦的苦味都冒出来了没有？虽然不能刚出去讲啊，他到好处去老了。靠了几声如意，你落了情天上心了。我应该得到外考，跟我去考啊！我那个最干受够哦。你本来都是那最干手地路，因为你讲方面讲，讲做，别人来讲这个最干出来，都说无他嘛。迄个人因为是讲是实不来的，但是这个状态就是说靠，要放在自己白白哦。老师，这些是毕业，这是很好，这是。这样你也考到了考场哦，千人千班苦啊，苦不相同哦。我的教不好，那你的教不好，我都教不好，不讲哦，都讲了。我以前在讲口，以前我讲口，以前讲这个我明白，别人我其他的，别人讲回来他家是。所以你那个，你那个错，所以你在军人这个生命当中，我必有挫折，这种困难磨练，这个困难磨练，像你这样做，你就记得干做。既然是这个干做，今天就既然把它赶紧你拿来考这东西，这没有啊，所以你要自己说，去承受。现在承受，我们这种要改变，要传。所以说，今天没有了解今天，因为它会成为过去。然后，今天我也换到回家，慢慢来做。我一个干活也回来，我一个干活也回来。所以有一句话在鼓励我们：万般难过呢，还会万般过。
咱讲这句，现在在这个文章上，北京那个地方，我们就太在意了。所以我往自己，我看到会是安怎，我以前就对吧？但是中间的你怎么看到的？所以呢，多有困难，多有动作，那不是尽头了，那是要提醒怎么样？翻关了。所以我讲的翻不短，多短？路不短，人不短，心要短，转个弯了。人生大不同啊，转个弯啊，我们的生命会无限欢呐，这是得说直说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要转弯，这个属于哪里容易？哪里自己感觉得透过哪里容易？有啲这个讲法是来讲较容易，但係話你個講法真係容易，因為科中方面我們科嘅講法即係講啲人知道哪裡去啦。所以咱以前是因个，因咱因个重要，所以咱来啦，咱以多嘞，要来修法，中扣以外，你若公司看到你讲的，那刚那个啥，金汤匙哦，是吧呀？你有男性对不？啊，男性个性呢，你在听我，可以。我把人之間做翻嘛是相關嘅。而且呢個我而家因為坐這個貨車唔快，我而家借錢拿嚟慳咧，我係借錢嚟慳，注意啲經驗啊。所以老師說諸位法理，五些體現，顯言惡言，無言不出，無助喜事，惡事。亦係按公多地天地無地而來，嗱呢條咧啦，導致我哋叫做專人，咁樣去轉變。所以講我今天出來嘅大家都下來，已經都冇講啦。所以你哋睇到我講人都得啦，你哋講為什麼我拿嚟不擺嘅道理？所以我哋要真係係科學，其實真係科學是要提升咱人生真正意義。所以呢個我哋今日生活咧，時代啦，所以對人生嘅運動就而家講，見到我時代發我哋我哋應該嘅，所以而家我哋最好他不知道，不知道我他有那一些有跟我說一些，伊嚟研究咧，伊嚟研究高壓，也個走向人家你走向走的一個，按照這個來會比較好。所以呢些課本單，大人沒講。來多打，來去發表各項去發表，但是呢個其實呢，一份經費是一份的時間，咱先拿咱所謂給下來過單，大家何況自己剛做上主席，所以要付出的錢，將來都是慢慢去做出去。所以咱這一個是吧？所以咱準備安怎樣？所以做的過程，你要提醒你自己啊，就是我安怎。我就你去聽，就會聽埋啲你，當初埋啲啲傳，咱係得對打起道理，你安怎打呢兩頭方面？呢兩頭先兩頭方面，你哋行為嘅應該會好強。那應該就好強，你所做出來，成就嘅雖然是作錯貨，你就係起碼咁樣做啦，做快樂。因為呢是要點講嘅，啊，很重要嘅東西啊。